深圳亦都有近1萬人集會遊行，示威者焚燒日本國旗，並且向日資商鋪掟生果。遊行歷時5個幾鐘頭。李嘉文喺深圳報道。近萬人近中午遊行到一間日資百貨公司，然後繼續進發，再去另一間日資百貨示威，撕爛日本國旗。呢間日資百貨上個禮拜日亦都曾經俾人示威衝擊，示威者再遊行去深圳市體育館，沿途高叫口號，抗議日本歪曲歷史。途經工人運動場嗰陣，焚燒同踐踏日本國旗。又喺網上呼籲市民遊行嘅網站負責人話，人數比預期多好多。中國國人對日本的那種民族文化方面民族仇恨嘛，大家都在這麼多年來從來就沒有忘過。反日人士最先聚集喺深圳市體育館外面，期間警察組成人牆，勸佢哋唔好遊行。喺警察嘅協調下，遊行隊伍繼續向市內遊行。有鋪頭職員預備咗水俾遊行人士，有鋪頭掛起反日嘅橫額。期間有人向一間賣日本電子零件嘅鋪頭掟水樽同埋水果，鋪頭隨即拉閘。有示威者進入一間日本壽司店度派傳單。遊行人士途經一啲鬧市嘅馬路，在場嘅公安就幫佢哋開路，維持秩序。警方要封閉部分大街多條行車線。我也希望他們能知道，我們是因為他們的歷史問題，而不是整個日本民族。有份籌備遊行嘅代表話，吸收上次嘅經驗，今次已經盡量克制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嘉文喺深圳報道。